呢兩日免稅圈咧又有大瓜喎。中免就搞咗個大動作，攞落 DFS 大中華區嘅核心業務啊，仲同奢侈品巨頭 LVMH 咧成為咗深度合作伙伴喎。呢波操作令到中國免稅多咗一張國際王牌。嗱，就喺1月19號啦，中免就正式官宣投入唔超過3.95億美元，將 DFS 喺港澳嘅核心資產全部收咗。嗱，唔單止係澳門相關公司嘅100%股權啦，香港2間門店嘅全套資產啦，仲有 DFS 喺大中華區嘅品牌會員體系呢啲寶貝無形資產喎，相當於咧就直接將 DFS 深耕多年嘅港澳免稅佈局全部收入囊中啦。咁呢波操作咧就唔係單純嘅收購啦，咁中免仲同 LVMH 搞咗股權綁定喎。等交易完成之後咧，中免就會向 LVMH 旗下嘅公司增發 H 股，令到 LVMH 咧就直接成為中免嘅股東。咁仲有 DFS 嘅創始人家族啦，都會一齊參與嘅喎，就將合作方全部綁埋一條船上邊啦，以後共同進退。咁更進一步啦，中免仲同 LVMH 簽咗戰略合作協議啊，接落嚟咧就要喺產品銷售、門店開設、品牌推廣呢啲方面深度合作啊。要知道啦，之前 LVDO 就已經入住咗中免嘅3亞免稅城，咁以後咧我哋就會喺免稅店買到 LVMH 旗下嘅更加多嘅大牌啦。其實中免呢部棋咧真係妙招嚟㗎，攞落 DFS 嘅港澳業務，坐穩咗大灣區嘅免稅龍頭，借住港澳嘅窗口咧，將我哋嘅國貨精品推出去，真正實現國貨出海啊！而 LVMH 同中免嘅合作咧，亦都係更加貼近中國市場，妥妥嘅雙贏啊！咁不得不說啦，呢波操作落嚟咧，中國中免嘅國際化腳步咧又邁咗一大步喎。你話以後我哋去港澳或者國內免稅店購物，會唔會有更加多嘅驚喜同福利呢？